歡迎大家收睇威廉十大賣 Top 10，請注意以下嘅排名純粹係我個人嘅意見，好可能同你嘅排名有所不同。呢一集同大家講下我的十大最靚仔西片男主角。先排同大家數算過十大最美麗西片女星，而家輪到男士登場。幾十年嚟有不少有型靚仔嘅西片男一，迷倒過不少香港影迷。要數10個最靚仔嘅，談何容易呢？一定會引起爭論。等我戴翻頭盔先。以下嘅選擇係冇做過科學調查㗎，啲資料係只供參考。不如請大家分享一下你嘅選擇啦。去片第10位，佐治古尼。1961年出生嘅 George Clooney， 憑90年代由電視片集 ER 裏面嘅靚仔醫生 Dr. Rocks 而一舉成名啊，並且得到2個艾美獎㗎。1997年佢被揀選為扮演蝙蝠俠呢一個角色。有人話佢最迷人嘅係一雙眼睛，我就覺得佢薄薄嘅嘴唇好有性格啊。第9位，羅拔列福。上個世紀70年代 ，Robert Redford 憑神槍手與智多星 Butch Cassidy and Sundance Kid， 以及係俏郎君 The Way We Were 呢啲嘅大片，迷盡不少香港女影迷啊。佢唔算好高大，但係親切嘅笑容同埋瀟灑嘅風度，連男影迷都中意佢噶。羅拔列福已經係離開咗我哋，但係我哋呢一代嘅 fans 又點會忘記佢呢？第8位，理察基爾。1980年 Richard Gere 憑美國舞男 American Gigolo 成為新一代嘅 sex symbol， 後嚟衝上雲霄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同埋風月俏佳人 Pretty Woman 中，理察基爾盡顯佢嘅個人魅力同演技，證明佢並非只係一個花樽，仲有其他嘅吸引力㗎，包括佢嘅風度同埋含蓄嘅微笑。理察基爾的確係靚仔。第7位，嘉莉格蘭。粵語片都有唱啊，伴女人好似嘉莉格蘭 Cary Grant 響嗰個年代的確係一位風度翩翩嘅一等一美男子啊。佢演出過好多希治閣嘅電影，例如《擒兇記》To Catch a Thief。當年即係50-60年代，真係有好多女士睇完呢套片之後，晚晚都諗住呢位英國影星噶。第6位，畢比特。1994年佢同靚仔湯嗰套吸血僵屍片，令好多香港人對畢比特開始有印象。佢夠酷夠型，顏值高。2004年嘅《木馬屠城記》Troy 同05年嗰套史密夫戰史密妻 Mr. and Mrs. Smith， 令 Brad Pitt 榮登香港人心目中嘅靚仔西片男星寶座。佢有好多 fans 噶。第5位，奇洛李維斯。1994年嗰套生死時速令到 Keanu Reeves 一炮而紅，佢當年青靚白淨，睇得又打得，好多香港少女迷戀佢噶。知道佢有亞洲人血統之後，香港人更加中意佢。1999年佢嘅22世紀殺人網絡 Matrix 嘅一身未來人打扮嘅造型，型到爆啊！排佢喺第5位，其實有啲對佢唔住啊。第4位，洛克遜。曾經俾美國嘅戲迷譽為 Most Handsome Actors of All Time 之一嘅 Rock Hudson， 唔止英俊，仲好高大有型啊，6尺4啊大佬。有人話佢對眼最吸引人，香港人最熟悉佢嘅電影包括有56年嘅巨人 Giant 同1959年嘅夜半無人私語時 Pillow Talk。我最難忘係1973年麗的配音片集《神秘之夜》裏邊佢所主演嘅麥美倫局長呢個角色。第3位，辛康納利。坦白講，007鐵金剛 Sean Connery 唔算十分英俊靚仔，但係佢有一種好難形容嘅男性魅力啊，連男影迷都俾佢 charm 到噶。80年代佢響奪寶奇兵第3集同二膽紅心 The Untouchables 中仍然魅力四射，吸引住唔同年代嘅 Hong Kong moviegoers， 呢方面就冇人及得佢啦。第2位，湯告魯斯。香港人叫佢做靚仔湯，咁佢有幾靚仔唔使多講啦。1986年佢憑壯志凌雲 Top Gun 裏面嘅型爆軍機機師，殺死唔少香港女粉絲噶。由空軍走咗去做海軍，響義海雄風 A Few Good Men 中 Tom Cruise 依然係咁靚仔。90年代嘅職業特工隊系列電影中，佢走嚟走去就係想話俾大家知，佢唔單止有顏值，仲好有身手添啊！好嘢！在未公布第1位之前，要分享幾個幾乎入到我威廉10大嘅靚仔荷里活男星。格利哥利柏
最難忘佢響金枝玉葉 Roman Holiday 裏邊嘅溫文爾雅、風趣幽默嘅造型。話時話 Gregory Peck 嘅眼神真係好迷人噶。詹士甸唔算好靚仔嘅阿飛詹士甸，勝在有型有款，好有個人魅力啊。迪卡比奧1997年嘅鐵達尼號裏面嘅阿 Jack 由迪卡皮奧扮演就最入型入格啦，後生靚仔。就算係而家都有好多香港影迷話佢型爆噶。第一位阿倫迪龍，呢一位嚟自法國嘅演員，擅長扮演冷面殺手。有人話佢做戲目無表情，其實都唔使點表情噶啦，佢淨係拋個近乎完美嘅英俊靚樣出嚟，就已經乜都唔使做，都可以令唔少少女一見傾心噶。佢喺60-70年代有好多電影喺香港上映。聽講香港影星狄龍個藝名靈感就係嚟自呢位阿倫迪龍噶啦。仲有話今日叫 Alan 嘅香港人好多都係因為佢而改呢個英文名噶。鬼咩咁鬼靚仔，我都想叫 Alan 啊！多謝你嘅收聽收睇，請 Like and Share。